走进见微知美的艺术旅程。台南市与广达文教基金会合作推动的有语义计划多年，致力推动美感教育以及永续学习，鼓励学生以多元角度观察生活周遭的自然现象，从微小细节中发现独特美感与知识，转化为艺术表达的创新灵感，让学生从探索中培养他们面对未来挑战的多元素养与创造精神。我们全校亲师生呢，为了这一场隆重的巡回展已经整整准备了3个月我们号召了我们志工团、家长会、老师，还有我们全校小朋友呢，从暑假当中就投入了配合这个见微知美艺术展呢，我们来进行一个神秘以穴的装置艺术的创作。所以这一项艺术创作呢，就是我们在蚂蚁的身上呢，从小小的角度可以看见世界宏大之美，而且跟品德教育融合，从孩子让孩子在小蚂蚁身上呢，学习到合作、团结、坚毅、努力的精神呢，让孩子能够在见微知美、知美行善呢，实践这样子一个远大的生命价值。有语义计划今年主题是见微知美，惊艳新世界。首场展览9月15到10月13在永福国小登场，后续展开为期9个月，总共12间学校的巡回特展。今年度的主题呢，是见微知美，惊艳新视野。那总共是有3大主题，有这个自然的观察，还有自然的奥妙，还有自然这个妙点子3大主题。那我们今年度从这个昨天开始，那今天办理记者会，也就是说9月15号开始，到明年的6月，等于是114学年度，那会在12个学校来做巡回。那第一站在我们永福国小。这个也非常好，这个缘起非常好，就永远幸福。永福国小的小朋友也担任导览解说，为来宾介绍各种艺术创作，感受见微知美的艺术旅程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